亞迪又有出新車到香港，燒錄其實就係皇朝系列嘅純 LEV，不過佢同海豹咧係唔同血統，但係出口版全部都係叫做燒。用呢個名，大家聽落有冇覺得高級啲呢？佢長4.7米，係中型房車 size，體型啱啱好。外形方面，官方話係龍吟動勢風格，聽落好似好有氣勢，但其實就係比亞迪招牌嗰個龍樣車頭設計。車頭有八字翼片 Air Curtain 入風口，尾燈就用咗流光碎結設計。總之個樣真係唔差，夠體面。入門版用95kW 馬達，大約127匹馬力，電池容量有46kWh，續航有410公里。加速要12.5秒，想快啲就要揀 Premium，160kW 啦，有215匹同埋485公里續航，0至100就7秒半搞掂。行起上嚟，動力線性，後驅穩陣，一部車有2.2噸重量，其實唔算輕，但係懸掛算係有驚喜。前麥花臣，後多連桿，劈彎算幾穩定，吸震力唔錯，所以令到車廂嘅舒適性有所提升，揸落去係幾寧靜。有順滑，冇乜投訴。呢部車車廂先至係驚喜位，佢用嘅物料、縫線、飾板都明顯比 R3甚至燒好。屏幕靚，氣氛燈精緻，啲喇叭位設計仲有少少似 Nissan Ariya。16萬蚊有呢個質感，真係 CP 值好高，好抵玩。安全系統咧就有基本 FCW、AEB、LDW，不過咧就冇盲點、冇橫向剎車嗰啲高階功能。佢嘅 Premium 版本咧就有全景天窗、電動通風座、360鏡頭、跟車系統，仲支援100kW 快充。總結，燒錄唔係一部會令你熱血沸騰嘅 performance car，但係佢會令你覺得終於有一部電動房車係有樣有料又唔貴。比亞迪再一次教大家點樣用細節打醒同級對手。